雅居樂車站附近呢個別墅區入邊，原來隱藏咗一個小高層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一套全新裝修嘅兩房，價格先40零萬。睇下屋企入邊嘅情況，入門係一個廚房，廚房出邊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小陽台出邊可以擺洗衣機同熱水器。廚房出嚟就係個餐廳同客廳。呢間屋係東南朝向，所謂千金難買東南向。呢間屋嘅採光同通風都非常好。呢間屋就喺雅居樂車站附近，行路5分鐘就可以坐巴士直達返香港。陽台個景都好靚。呢間屋係業主全新裝修出售，可以慳返自己裝修嘅時間同埋成本。依家我哋就睇休息區呢邊咯。一個洗手間，同埋2個房間。房間嘅朝向同採光都非常之理想，每個房間都預留咗衣櫃嘅位置。呢間屋嘅總價係43萬8，係一個好理想嘅上車盤。雅居樂出售